女尸体怎样礼拜三三井口上，然后对大家说，你们不是想要知道他是谁吗？那等我走了之后，你们自己看吧，就这样。然后那个老禅师就走回自己的房间了，然后他就很紧张，也很紧张，说到底这个是谁？然后他们就把窗户掀开，结果是谁？原来他是寺庙里面的一尊观世音菩萨的神像。当这些法师把那个窗户掀开的就是某一个地方，他们佛寺里面某一个地方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神像。那各位大家都很恭敬的把那个观世音菩萨再把它搬回那个地方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想要去问他们的老师傅说，怎么会知道啊？因为这个时候讲到这边都一点我就知道，原来是谁？观世音菩萨显化来考验这些法师的心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当大家很疑问的想要跑去那个老禅师的禅房，然后要跟他那个，好像跟他那个请问的，就觉得师傅已经知道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讲的意思，然后就知道那个师傅的禅房，那个师傅已经怎样圆寂了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禅的一个内涵在里面。今天他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？是要我们怎样看清楚世间的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都怎样，其实最后会不会不见啊？会不见？会不见。那我们当我们面对那些相的时候，形影相向、物质上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要用一颗很平静、很自在的心去面对、去看它，不要被它引诱就对了啦，不要被它引诱。好，所以要很认真、把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一生当中呢，好好的珍惜，然后好好的丰富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，这样子呢，怎样，我们的人生过程才有意义啊。好，所以在我们说到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跟这个故事其实是一样的道理。怎么说？因为在我们修八道的过程当中，你会碰到很多考验，一定会有考验，一定会有挫折。那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我们的先贤就跟我们讲说，要我们怎样？我们要转念之后，然后继续前进。就像这个故事一样啊，当你没有去突破的时候，当你很执着的时候，真的会过不去会过不去。可是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你过不去的时候，你是什么都没有得到，而且还有可能你失去了很多。好，所以说这个也是跟我们讲说，其实呢，真的是怎样，凡所有相，金刚经里面跟我们讲的，凡所有相都怎样，皆是虚妄啊，好，皆是虚妄啊，好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们经过老师就跟我们勉励啊，他说，为了相对的人，一切都会怎样，都变为灭亡。好，为了真理的人能够永生不会灭亡，那什么意思？为了相对的人，这个相对就是说有所回报，有所要求。当你付出了多少，你希望有所回报回到自己身上。好，就像我们工作上也好，我们去工作上就希望都可以赚钱嘛。好，当然这是相对的。好，所以你一个为了有所对待，要求有所回报的人呢，这种人一般都是啥？是有利益的，是为了利益在做的。好，那这种人就叫什么？叫凡人，说凡人。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凡人，他一个凡人，我们就是一个很平常一般的人。那我们死了之后，肉体死了之后，就这样子就死了，就这样子就结束了。会不会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？不会的，各位学姐，相对的，为了真理的人，他能够永生不灭。为什么他能够永生不灭？因为为了真理的人，他是没有对待的。就像我们看我们帮我们前也好，给同事也好，他们对我们的付出，对待，你说，这个前对我们很好，这个阿副长对我们都很好，对我们这个候选人都很好，那我们要求说，你也要对我很好哦。那我们这种心绝对没有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，没有完全没有对他没有回报，他的心是怎么心？这就是菩萨的心哦。
就像我们济公老师，为什么大家都叫他济公？公就怎样？公就是公心一片，他对所有人都一样。那为什么那时候就讲到说，那时候他的形象就让人家觉得破破烂烂的，然后脏脏的这样子哦。可是怎样？他就是过程当中度化了多少人，都是怎样？他是我们三朝的导师哎。好，所以说，因为他那个形象，大家就觉得说，什么人他都可以亲近，什么人他都可以度，不管他是什么富贵贫贱，什么都不管，他就是要去度兄弟姐妹。度众生，好，所以说为了众生的生死在怎样，在努力，在付出，好，所以这种人叫什么？叫做正人啊。好，所以各位学姐你看哦，我们的何老师很归空了，我们的陈前很归空了，我们讲这个比较细的，跟我们有关系的何老前人跟陈前人后学都看过。好，那这两位前人辈他们都归空回去了。当他们的精神有没有永远留到我们这些后学们的心里面？有没有？是有的哦，是有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还会办一些是感恩的晚会啊。好，再讲一个比较远的观世音菩萨，各位同学，他已经离开我们多久了？离开我们后算几千年了，对不对？几千年了，算千年了。可是为什么现在啊？为什么几乎每个家庭里面那个我不听啊，是用是坑啥啦？坑啥啦？然后我不听，到不听，拢坑啥啦？观世音菩萨。到目前为止，或许还没有看过那个不听的中是观世音菩萨，只要有不听中迄个观世音菩萨，啊，你的祖先可怜的，可怜边啊，啊，来观世音菩萨可能无可能啊，特别中这种，咱的祖先可怜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在缅怀，是在缅怀观世音菩萨，大家都是那种。大家都是那个存着一颗那种缅怀的心，然后再追思感恩这个观世音菩萨，与有名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我这个是救苦，哪里有苦，让他们去那边。所以他留到我们后世的人的心目中是一种什么精神？啊，他当初在做这个对待，当然没有。所以才会永远怎样？我们讲说永远不会灭亡，因为它精神永在，好，精神永在。那所以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？是死了之后肉体死了之后就没了就结束了，还是说要做一个让他可以会怀念我们、缅怀我们的地方的人呢？其实我们自己是可以做决定的，好，我们自己是可以做决定的。好，所以说在六道轮回当中呢，我们人的生死是一大事啊。各位前有没有觉得生死是真的是一件大事哎？是大事，生死是一件大事。好，所以我们都讲说我们人是什么万物之灵？为什么我们讲我们是万物之灵？是灵长之灵？因为我们人有什么？我们有智慧，我们有智慧。那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判断，我们就会怎样？会去判断说，我们人生是要走怎么样的一个道路，好，走怎么样的道路？那有些人就会怎样？会觉得说，就是认假为真啊，然后就自己在追求物质上的生活，然后就这样怎样？人家说叫做迷失了。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这样子一直轮回，一直轮回？因为我们迷失了。唔知道才刚迷路啊！你迷路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心慌？会不会心慌？现在刚好没有导航，以前没有导航，后学是那个一个超级大的，常常在迷路，就常常就很恐慌，就迷路了，跑去哪里？开15分钟可以到的车，后学1个小时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迷路可不可怕？我们人生如果迷路了，可不可怕？可怕哦，因为你会迷到哪里去，你不知道哦。好，那当我们迷路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信仰，有一种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再走回来？有没有可能再走回来？有可能再走回来。之前一阵子没有多久，最近而已，会有看一则新闻报道的，有一个阿伯啊，然后就下雨天，他在山上上种什么，就是来你当兵的啊。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报道？那个阿伯啊就迷路了，你们走路啊，前阵子是他一下，你走路你床地被穿也就是来看那，那个就是来看那边。
对啊，啊，结果走，一个是一个加上迷路品哎，啊，你跟你讲那个老阿伯啊，迷路怎么办啊？他心里面就一直那个什么那个，或者是看期末网络上的些，他就那个什么，就是上面就是光啊，老蜗牛、猪鼻啊。那个阿爸心里面说老蜗牛猪鼻会被震撼，老蜗牛猪鼻会被震撼。当时迷路的时候，那个阿伯就是真的这么想哦，因为他就告我说，那个电话老师说，他就有一个信仰啊，心里面就是念佛号，然后就不知不觉又怎样走到家了，隔天就走到家了哦，你相信哦，他就好像刚到昨天的白天才回到家，可是他自己走回来，他说自己都没有怎么样，老蜗牛猪鼻又被震撼，老蜗牛猪鼻又被震撼。这个时候就刚刚就知道哦，原来是道亲啊，一定道亲才会讲老蜗牛嘛，但是我们老师这样子写哦，这个也到我们心里面有个目标，有个精神上的支柱的时候，哎，那有点依靠呢，啊，对啊，听我的呀，对不？就是安尼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哦，真的是哦，这个老蜗牛好多的好多的难好，所以说我们人生会迷失，啊，迷失的话。有或者把它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生从何来，在我们还没求道的时候，各位先生，你们知道你们，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肉体是妈妈生出来的，可是有没有想到说我们那个，用这个找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你在找什么？找卡A4的，A4纸在这里，我应该是这里才有。好。然后呢，所以说我们在还没求道的时候，各位其实有没有想到说，哎，我的灵魂，我有灵魂，我灵魂是从哪里来的？有没有想过？也许没有，有想过自己的？有没有想过说，哎，我的灵魂还没有求道的时候，在还没有求道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啊，这什么啊，谁好懂你手上的啊？我有一个灵魂，灵魂是从哪里来的？那我们想过这个问题？我好，继续你刚刚给穷的这个。哦，对，所以你在有一点上死的时候不知道从哪边去啊，真的会很迷惘。好，我们先从生来讲，不知道生从何来，那不知道生从哪，就是说不知道我们生在哪里。各位姐姐，大家应该都很肯定说，肯定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肉体，这个肉体里面有一个灵魂，这是肯定的嘛。啊，没有灵魂那你就不会动啦。我们求道之后那一天，我们应该就恍然到说，哦，原来我有个灵魂，一个自信活在我这个肉体里面啊，我才能够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人，我就有思想种种的，我才能动嘛。老板说，我只有这个躯壳的话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啊，就像那个卡特拉那个人一样，它就没有作用了，那就是有一点的灵性在我们这个肉体上。好，所以说我们不知道身在哪里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天来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老母娘，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自信活在我们的身上。各位学姐，求道之后，大家都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恭喜，然后怎样？对，这个道理就知道，就了解到说，哦，原来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不要求道？一定要求道，因为没有求道，你永远也不知道你生从何来，你生从何来，永远不知道你的根在哪里，每个学姐。所以，为什么要求道的？